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顶个月宣布着任了后，将国外这是伊头一届公开出面。北美洲4月7日有机会看到天狗假日，尼加拉水枪是上好的观赏地点，预计是会有900万人到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事。北美洲4月7日后礼拜一是有机会看到天狗假日。国家地理杂志建议讲，这尼加拉水枪是上好的观赏地点，所以讲已经有真侪人走去占位啊。预计是会有900万人到地。当地政府甚至是宣布讲，进入紧急状态，赶紧要做准备。北美洲4月7日有机会看一段戏，会飞南太平洋顶端开始向北，早起10点左右经过墨西哥西部沿岸，为美国德州、切加缅因州、加拿大安大略甲魁北克省等地部分地区，用在下晡时间看到天狗假日。在美加交界尼加拉瓜水墙是这一摆天狗假日上好观赏地点，已经有真侪游客来遮，旅游甲餐饮业者拢准备好啊。当局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加强人流管制。Make sure that what people needed on a regular basis, our beverages, snacks, all these things, water bottles should be prepared. We're preparing for up to 1 million people visiting our city at the same time, which would be a record crowd. 天狗假日是月球将日头完全遮掉咧。美国顶一摆是2017年，加拿大是搁较早1979年。这一摆天狗假日会继续3到4分钟。这个半壁民众早就准备好观测工具，上新技术搁将光线转换做片仔甲单风管的声音，好市场人士会听到一全新的过程。In 2017, I just distinctly remember feeling really left out. Even though we can't see something, it doesn't mean that we can't experience something. 天狗假日每18个月就发生一摆，虽然是每一个所在拢能看到，比如美国地区，一摆要等到2044年。对这一世人无得靠今年看到一摆天文现象，民众拢真小讲。公司新闻永远朋友。欧洲国家的土地黏黏做伙，国家的边界就是画一条线分做2边的代志。为着方便居民甲游客过境，真侪国家都会加入新禁区，安尼民众过境就毋免去检查。即阵上新的是3月31日加入的保加利亚甲罗马尼亚，不过并无完全开放。亲像这坐飞机坐船的虽然毋免检查，不过赛车过是爱检查的，避免伤侪移民利用这2国走入去欧洲。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附近的奥托佩尼机场，30日小出欢迎来到新禁区几个大里。这座机场是新建航班上大的中心，有一寡新建范围，但是为着这个时刻设计建造的。Aș putea să spun că am economisit în jur de 20 de minute și chiar mai mult. 罗马尼亚加入新禁区了后，有4个海港甲17个机场适用。另外一个保加利亚，同款也是经过几啊年的协商，以后2国往来新禁区的航空甲海运旅行，无需要边境检查，也毋过陆路游玩有限制，因为烦恼非法移民问题。所以奥地利2022年底否决这2个国家列入新禁区。This is a really historic moment for Bulgaria. 去年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甲奥地利3国达成政治协定，同意新禁区要延伸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空中甲海上边界、陆地边界的开放问题，是延到今年讨论。也毋过会当伫海空2路先解除管制，已经是重要的开通。保加利亚甲罗马尼亚加入了后，新禁区成员国都有29国。新禁区1985年成立，有10亿外人，伫无内部边境管制的情况之下自由旅行。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今年的基督宗教国外节是将3月31日，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顶个月宣布就任了后，将是头一届公开出面甲民众互动。不过，这站方式的焦点开拓晚会犹原是无出现。另外，教宗彭这个国外节文告重点拢是放伫咧和平，还有这加沙都要赶紧停火，乌克兰、罗西亚交换政府。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甲王后卡米拉31去温莎城堡的圣乔治教堂参加国外一个礼拜，这是查尔斯三世2月宣布第6感情以来上互人注意的一届公开活动，看起来精神气势袂歹。离开之前，甲伫教堂外听候真久的民众亲切问好，不过同款第6感情的凯特王妃甲红婿威廉王子拢无出来。健康问题同款互人关心，真侪该取消活动的教宗方济各也度过一个真无用的国外节。伊伫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弥撒，对3万外教友发表国外节的文告，主题是国际的战争苦难，呼吁加沙停战、释放人质。俄乌换战犯也谴责各种人口贩啊，嘛关心气候变迁甲饥荒暴力问题。Cristo risorto apra una via di speranza alle persone che in altre parti del mondo patiscono violenze, conflitti, insicurezza alimentare, come pure gli effetti dei cambiamenti climatici. 受战争影响的加沙走廊教堂变作真侪无厝通大民众的庇护所。国外节即天，基督教徒敢若举行简单的礼拜仪式，基督和平早一日降临。伫比利时安特卫普有一场甲穆斯林斋戒月期间日落了后头一顿开斋饭甲基督教国外节做伙举行的庆祝活动。民众伫一块有2公里长的饭桌顶做伙共享暗顿，互相交流，拢总有7000人登记参加，创下新纪录。主办单位希望借着这个活动促进文化甲宗教的多样性。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以色列这2天是发生以下冲突以来上界严重的反政府示威，有几2万的民众不满总理纳坦雅胡无甲人质救回来，要求伊要落台负责。目前纳坦雅胡是要对长手术，伊是强调讲出院了后会尽力救人。警方甲示威的民众互相堵塞，边仔有真侪人用身体伫咧动。几2万的民众聚集一日耶路撒冷国会大楼外口，反对政府，反对总理纳坦雅胡。真侪人举着苏莱人的相片，顶头写着“伊已经无时间通等啦”，该歪带带。搁再过差不多1礼拜，以下冲突就要满半年。加上对付哈马斯掠去的人质是生也是死，拢唔知。If they are unable to do so, maybe someone else can do that. 总理纳坦雅胡一直讲会甲人质救出，不过一直到怎么拢做袂到。轰炸巴勒斯坦，拍死哈马斯重要人物。去年11月有1礼拜停火，差不多一半人质被放出。不过国际调停想要将其他人质带大杀失败，30日搁重新会谈，不过希望无啥大。伫这天，纳坦雅胡伫咧接受队长的手术进前发表全国演讲。אעבור את הטיפול הזה בהצלחה ואחזור לפעולה מהר מאוד. הקריאות לבחירות עכשיו, בעיצומה של המלחמה, רגע לפני הניצחון, ישתקו את ישראל במשך לפחות חצי שנה, להערכתי 8 חודשים. 示威民众认为纳坦雅胡去年想要司法改革，所造成严重的政治分歧，减弱以色列的国力。哈马斯才会趁这个机会入侵。有人认为纳坦雅胡破坏以色列甲美国的关系，而且即马又搁传出贪腐的丑闻，伊这个人注重个人的政治性命，唔是国家的利益。另外，巴勒斯坦的新政府伫30日宣誓就职，这个团队是由加沙人加4位女性组成。伫改革呼声中是一个驻地政府主席阿巴斯任命伫咧上届身份正悬的名酒穆斯塔法担任总理，将领导加沙走廊救援加重建，一个改革巴勒斯坦驻地政府机构。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土耳其选地方首长，第一大城伊斯坦堡甲首都安卡拉拢是在野党的现任市长连任。其中一个在野党共和人民党竟然是选赢16个都市。伊斯坦堡的市长就表示，这权力拢落伫咧共一个人的手头的时代已经结束啊。激动友内裤带挂伫身躯边的左手身上庆祝。现今伊斯坦堡市长伊马莫鲁伫地方选举当中得到过半选票，领先总统埃尔多安领导的执政党候选人超过10个百分点。伊马莫鲁伫当选感言当中强调，这人同情的时代已经结束。Bir kişinin vesayet dönemi bugün itibariyle bitmiştir. Bitmiştir. Cumhuriyet ve demokrasi bugün itibariyle tam yol ileri demiştir.
包含首都安卡拉市的反对党市长亚瓦什以59%派支持度领先，开票无到一半，伊就已经宣布胜选。伊马莫鲁领导的共和人民党伫全国得到16个都市首长，这是阿尔多安上台21年以来，政治发展党第一摆伫全国性的选举当中失败。阿尔多安承认，选举结果不如预期。Ama hiçbir surette milletimizin kararına hürmetsizlik etmeyeceğiz. Milletle inatlaşmaktan, milli iradeye rağmen hareket etmekten, milletin takdirini sorgulamaktan bugüne kadar olduğu gibi yine uzak duracağız. 不过，阿尔多安也强调，这是一个转变，不是结束。只是土耳其北部、西部甲南部大片的地区，拢由反对派执政。即马就连东南部的库德族民主党，拢成功收复当地都市。8 yıl aradan sonra bu haksızlıkları, gaspçıları gönderdiğimiz için çok seviniyoruz. Bizim hakkımızı gasp ettik, olanımızı aldık, hakkımızı aldık. 路透社分析，土耳其人透过这一摆地方选举触发总统阿尔多安甲伊的政党。这场选举确认在野党意外有政治实力，也确定伊斯坦堡市长伊马莫鲁作为阿尔多安未来对手的地位。国际新闻陈伟仁报道。美国纽约鸟鼠满世界是长期以来的问题。对顶个月开始，市府是陆续甲15万的停车格划掉，放一寡有挂的垃圾桶，目的就是要让这环境更较清气，鸟鼠就无生存的空间。鸟鼠就安尼大大方方走入厝内，一点仔拢唔惊人的景象，伫纽约已经是无奇怪啦。当地鸟鼠怀孕真久，正做市府的难题。纽约市长亚当斯就停掉后，捌对鸟鼠宣战。去年先高薪聘请鸟鼠防治专家，最近佫将目标寄向街路的粪扫。3月起推出加挂式的粪扫桶，未来要落实粪扫无落地，只会当入粪扫桶。It's a change for me because I come in at night and a lot of times I have to walk in the streets to avoid the rats walking on the sidewalk. So I notice now when I'm walking home, I barely see rats on the streets at night. It seems like New York is behind when it comes to waste disposal compared to other cities, other countries. So I think it's a good thing that we're trying to improve how we dispose of waste. 纽约人口超过800万，每天产生2000万吨的粪扫。这寡粪扫多数拢是等伫大路上变作鸟鼠的食物。为了避免粪扫造成鸟鼠，市府会一步一步撤销19万个停车位空出来所在，拢摕来放加挂式粪扫桶。当地超过20万间餐饮业已经向强制要求粪扫入桶。到2026年，建筑住户也要比较办理。亚当斯就抓减少鸟鼠了后，3个重点防治区域，针对鸟鼠的投数量降20%，也毋过总体投诉量却增加约8%。也毋过市府强调，甲鸟鼠的健康已经有卡好。除了加挂式粪扫桶之外，市府也计划提供特殊的喷的容器，鼓励市民回收食剩的食物，提升目前无到3%喷的回收率。国际新闻市官们编译。南非有一个小镇是靠饲刀鸟做衫裤来食穿，这刀鸟的毛、卵、肉拢会当运用，伫咧当地价值袂输黄金。刀鸟伊身躯顶的肉、生的卵加身躯顶的毛，拢会当卖，也拢有用途。一个毛内面用空心的管，也会当加工做做冰尖，拢无浪费。伫咧南非南部的奥兹胡恩镇，因为伊的半大树气候，正适合饲刀鸟。镇上的农民也一直以时尚流行做主要市场，亲像鸟仔毛就供应袂好，一般拢摕来装饰豪华的帽仔，也有一寡奇奇怪怪的衫裤。One bird, one full plumage, would produce 1 kilogram per bird. That includes the body feather, the tail feather, and the wing feathers, and the long and the short. 自青亚到颔棍，全世界差不多70%的稻鸟产品拢是来自南非。稻鸟的养殖业者讲，虽然新冠肺炎流行的期间，民众拢被迫留伫咧厝内，和派对合作的需求下降，不过对羽毛青菜的需求颠倒增加。因为大家拢踮伫咧厝内，就想要摒扫，稻鸟的养殖业者也因此会当继续经营。伫咧1900年的初期，稻鸟的毛是南非第4大出口产品。奥兹胡恩农民协会就发送一支用白色的毛做的线，和迄当阵的英国女王玛丽来表示欢迎。
严格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扰乱海上的无桥，汽车正是流行的交通工具，羽毛市场就规个歹去。Early 1900s, with the invention of the motor car, there was a huge drop in the whole feather industry because feathers were in those years used on hats. It was big fashion, and of course, you can't get into a car with a hat with an ostrich feather. So that was a big thing. But, you know, over the years, feathers, because it's a fashion product, it's a carnival product, it's an industrial product, like for feather dusting, it always comes back. 早上师傅正伫咧填羽毛颔菌，其他差不多200位员工，一家毛分类、切割、水清器，一个染色。除了伫咧各种大型的时装周新电台，会当看到稻蕉毛的装饰品以外，奥兹福恩镇的餐厅也卖稻蕉的肉排。店内厨汤内面要菜稻蕉的皮包、电火，甲其他用稻蕉卵所做的装饰品，就连当地旅游局的 logo 也是稻蕉。对奥兹福恩镇来讲，稻蕉毛的介绍是袂输黄金。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中美洲的国家尼加拉瓜为着动物潘举办祈福祭典，真侪主人是专工甲因的宠物装甲水水带去教堂，咱做伙来看。将在鸟港的主人抱着家己的宠物，得到应家指定跳舞。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离首都马那瓜差不多30公里的西部城市马萨亚，即天办一场宠物祈福的活动。将在主人带家己心爱宠物来参加。Pues nosotros venimos siempre a pagar la promesa pues del perrito de que San Lazarito pues lo sanó porque él estaba enfermito pues de retención de líquido y se nos estaba muriendo, entonces nosotros lo pusimos en nombre de San Lázaro a que él pues se sanara. 这是当地的圣玛利亚马格达莱纳教堂每年拢会办的宠物祈福活动。主人会甲要接受祝福的宠物放在神像头前，请圣灵圣拉萨路祝福，互因甲因的宠物拢会当身体健康，然后疾病会当赶紧好起来。Vamos a ir a pagar una promesa a San Lázaro. Es decir, la promesa es ir a darle gracias a Dios a través de este santo que pues le ha concedido con su intercesión el milagro de curar a alguno de sus animalitos, de sus mascotas. 每年的祝福活动，拢有真侪鸟狗会来参加，为了要表达尊重，主人拢会甲鸟狗穿甲水水才来参加，各种各样的装扮，而且现场有音乐伫咧伴奏，互这场祈福的活动袂输敢若一场宠物的时尚流行庆典。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